接下来，小姐一代听过粗鲁物嘅，行家带通地方发展的故事。隔壁馆的负责人赖延峰同建筑设计师王作人李皮安上每年回到家乡，跟屏东竹田一栋丰泰的50年的富农，过操作有特色的隔壁馆，沿保留的建筑物本来内容还有正常的结构，另外设的两个玻璃屋，跟新塘桥融合乡下。大操作地名路风，几多年路地的店家。研究讲，希望伫家乡有一栋有代表性的物件，跟头摆炖米的生存空间，变做炖咖啡头的生产空间。汉白汉时代向人才回到家乡来过日的。快跳基地都为咖啡头演变，赖延峰撇一下草头的烟米时，靠天冇问题的路屯配好的头的倒下来，一下被规件物就是咖啡的香味。会在3分钟之内降到室温，就完成了我们的前辈烘焙是这样来的。新鲜的机器设备，顺头变到饱满的咖啡头，不是还有人囤积台有一台的咖啡头送落来。一件咖啡馆本单是变提给风的几50年的精米所。像我讲以前的碾米厂的碾米嘛，可能也蛮变啊咖啡豆，啊就以前的洗推屯也蛮洗推无共用的，嗰种的建筑物的再利用吼，洗推屯。咖啡豆单一类，都是在本年轻人过古来的空间，都是在做高好的一个利用。头摆表面一下改变咖啡头，精米所改建做咖啡馆的过程是无按简单，难路难题。咖啡馆的负责人赖延峰想要屯精米所保留本单的样气，以前来建筑师王作人、设计师李皮安，向下来参详安样的改建。一开始3-4年是系一定伤脑筋。屯培安屯做人一了，上面人起啊，听下讲，系话也唔伫个法律度前来处理。天咧上岛迄样咧，唔免讲做唔得吼。啊，天意迄讲也咱啊安尼安样去处理，因为他赶紧做无看过无木档的哦屋顶，哦安尼有咧清关键的一个东西，如果围墙要留着，哦，给它新旧建但围墙留着，不要用它，给它有另外一回事耶。对建筑师来讲，落物嘅考核结果quite简单。我屯区的精米所我保留下来，又是结果的新物嘅，加建筑师的功夫我一定做。一开始其实是黄建筑师啊，有一次的过年，他就带我来这个地方。那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来竹田了。当他带我进来这个谷仓的时候呢，我发现怎么会有那么荒废的空间？以前是德兴炼明厂，它虽然已经崩坏了，但是它留下来的那个历史的质感非常的有味道，所以我们就非常有兴趣做这个案子。然后在跟那个PO聊的时候，他们想做的不只是一个咖啡店，在深入聊了以后，我们发觉他想要做的是整个带动整个竹田区，甚至于整个屏东的一个改造计划。咖啡馆的相关工厂一直喊起做，李皮安改接当年往来屏东竹田屯台北之间，一个睇家乡嘅案例用嘅改多嘅时间，虽然唔赚钱，唔故意做到改跳，因为也是系爱喜欢家乡嘅乡情况呢。因为改图要改 N 百遍，所以讲，有些时候来讲，培安，有啲可能安尼无法度做落去呢。伊讲唔怕，也恁个七家希望吼，无输钱嘛去做。我们放了2个盒子进去，然后希望跟原来的旧有建物都留下来。我们的盒子放进去，是希望跟原来旧脱开。脱开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光线啊，空间可以有一些有趣的光线跟空间洒下来。王作人认为建台建筑冇本落物嘅塔楼设施，如果好大咪用新嘅材质去刺，
係精密所謂求表面底度表面亮嘅玻璃屋，也就係佢講嘅合嘅。保留落屋本但該有歷史又安全嘅表面，安尼求屋嘅也有新嘅東西，在個屯本但嘅光亮保留下來，新屋嘅也有求嘅東西。我們一方面想要有一些對於家的情感的做這件事情，但是在處理上，我們又希望純粹跳出來，從材料、美學、空間來思考這個。那當初的時候呢，元豐是想要保留這個的骨架，以及紅磚牆，以及藝術家彩繪的這個磚牆的時候呢，所以我們就在思考如何讓新建築融合在舊建築當中。一個保留屋咖啡館有日頭有水嘅有萬一年，設計個有美好。創業嘅無作肉嘅做嘅係李皮安嘅老太李皮珍設計嘅，一旦用結構力學嘅方式打孔骨力做出來嘅。新舊交融個有設計咁嘅咖啡館，以下路體名路學個有名。唔拿一屯體位，買屯人，一屯人哋有啲年輕一輩人屯風嘅來。是在他講人古來我哋都唔是在我眼嘅天夢，從我哋屯平安屯做咧，我哋20年、30年仲睇攞背，有啲機會呢有法土古來屯有啲土地公做一些事情。藍岩鳳嘅想法係，愛韓國多嘅人看到一定回到家鄉，未肯騰騰歸來，安尼亞隻嘅就會發展到韓國好。做人咪講，係我哋設計冇睇卜下，冇睇設計片，我哋做一片東人咧，一種附近嘅客家人吼，冇一啲建案，冇一啲安尼喺外體外設計不卡做嘅，嗰種啊做本，唔做存錢，係做本設計人口呢。也因為這個案子，在這1年多的時間來做這個案子的時候呢，我們因為北上工作久久才回去一次，然後讓我們因為這個案子時常北高往南跑的過程當中呢，也會慢慢回想起小時候在對家鄉對我們的照顧。因為我爸爸攏擺喺做米故事呀，所以我對個米廠呢，我特別有感情。回過頭來看到講啊，我細年能夠回到故鄉來。將他所學嘅東西來發揮嘅一個故鄉，能夠安尼對一方面呢，我們都改故鄉嘛。屯區嘅精密所改造做咖啡館，對台米變到對咖啡條，坦白還希望屯人留下來，加強路嘅屯老屋嘅有形生命用嘅，唔但將保留本地嘅歷史，還會發展到越來越好。